随着中国继续否认有关东突厥散持续存在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报道，另一份报道证实，北京正在从该地区的教育机构中取消维吾尔语教育。自由亚洲电台援引当地官员报道说，尽管中国法律保障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权利，但位于东突厥散的科平县不再向学生提供维吾尔语教育。科平县是维吾尔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本周，来自克平县一维吾尔族人的录音发送给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服务处，证实了维吾尔语教育的取消。新北京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日前在推特上表示，中国有迪丽热巴这样炙手可热的维族女明星，可以证明东突厥散没有种族灭绝。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了推特用户的冷嘲热讽。叶刘淑仪在推特中写道：“美国指责中国在新疆搞种族灭绝，可是迪丽热巴是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她也并非新疆唯一的成功故事，何来种族屠杀？”他的这条推文在发布后立即遭到了冷嘲热讽。在评论区，有用户建议叶刘淑仪在发推前最好咨询一下自己的公关经历，以免让中国难堪。而有更多的用户则是指出叶刘淑仪犯下了一个逻辑性错误：一个维族女明星走红，并不能说明整个维族并没有遭到打压。一名用户说，南京大屠杀过后仍然有人活了下来，难道就能说何来大屠杀？还有人则以纳粹德国为例，指出当时德国依然有少量具有犹太血统的上层人士，但这并不能否认屠杀犹太人的事实。美国媒体报道，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公司华福基因曾提出在美国建立检测实验室。美国情报官员警告，这可能是为了收集美国公民 DNA 资料。时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反情报部门主管伊凡尼娜警告，各州不应接受这项提议。伊凡尼娜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节目上表示，外国势力可以从官兵测试中收集、储存和利用生物识别资讯。伊凡尼娜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华福基因这样的公司来收集生物数据。他认为，随着世界开始更加关注此类资产，秘密收集这些生物数据可能威胁国家安全。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海警法，授权海警在中国管辖海域处理外国船只时动用武力。日本政府担忧钓鱼岛海域紧张升高，并向中国政府表达担忧。中央社援引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中国的海警法2月1日起生效。日本担忧在钓鱼岛周边警备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以及在此海域捕捞的日本渔船可能成为中国动武的对象。日本正积极加强海上保安厅的能力。缅甸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发言人周一表示，该党主席和另外几名高层人士在周一早间的突袭行动中被扣押。在此之前的几天，缅甸民选政府和握有实权的军方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引发可能发生政变的担忧。根据缅甸一家军方把持的电视台的声明，缅甸军方之所以拘捕多名执政党领导人，是由于军方认为去年年底大选存在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情况。缅甸军方表示，该国政权将移交给军方领导人，而军方也宣布立即实施为期1年的紧急状态。